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告状，献花甲抗议的民众拢真多，大会是用台湾来称呼咱的代表团。互人占去的死的乌克兰城市加入罗西亚公投，今仔日结束，投票所竟然是有廿千个平安的鼓手。北韩的建国晚会，镜头一直翕到一个穿插无共囡仔，媒体又讲，真可能是金正恩的细汉查某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新闻头起先，就先来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告状。安倍晋三自7月被暗杀到今，已经过约3个月啊，今日总算是正式办告状。告状的仪式伫咧台湾时间下晡1点开始，由安倍晋三的看守安倍昭惠甲骨头虎放入场。自卫队放19声礼炮致意，乐队演奏国歌全体默哀1分钟。现场嘛放上安倍在生的影片，回顾安倍一生的付出。上尾所有参与者接续献花笑脸。除了伫咧会场内底，外口的九段板公园对早起开始有济民众都排甲长落落，要为着日本首相做上届久的首相来献花。不过，要办这场告状，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是真大。除了开伤济税金以外，安倍一寡政策，亲像是发起修改国防政策，互自卫队会当参与战争，偏离和平宪法，拢互安倍伫咧日本国内是充满争议的人物。所以，就算讲已经到举办告状的即天，反对者依然是就街游行，强调为安倍办告状并无下事。第二队走到一下，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带领捧着安倍晋三骨头翁的安倍昭惠进入会场，宣告告状正式开始。伫骨头翁仔放伫告状礼台了后，安倍其他家属甲笑笑讲，请王翁仔某带领7名红色成员甲天皇夫妇、上皇夫妇的代表人员拢入场了后，就开始唱日本国家执行默哀1分钟，搁由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宣布告状仪式开始了后，播出日本政府制作的纪念安倍在生影片。影片一开始就是安倍在生时阵，家己弹的花达咧开的钢琴曲。日本を世界の人々が憧れと尊敬を抱き、子供たちの世代が自信と誇りを持てる美しい国日本とするため、私は先頭に立って全身全霊を傾けて挑戦していく覚悟であります。这个告状除了日本岸田首相甲参众议院议长、最高法院的长官甲前首相菅义伟的地事对道以外，各有为国外来的，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甲英国前首相梅伊这人，差不多200外个国家地区的领袖甲重要人物、国际机构的代表，差不多700外人出席告状。告状的气氛严肃，外口设置的民众献花台、九段板公园内底，嘛有民众为透早开始。就开始排队等待献花，有台湾民众特別去獻花，佮有部分民眾伫對道的時陣，有關啉袂掉流目屎。もう最後にこうきちんとした形でお別れが言えるのが今日しかないので、今まで7月に自民党の党本部とかも行きましたし、あと事件の現場奈良県の方も行きましたけども、やっぱりこう最後にやっと。お別れできるのも今日しかないので、今日は絶対来ようと思ってきました。虽然献花对道的民众真多，也毋过袂少人也是认为各种无法律的经济，加上物价通膨严重，经济状况无好，佮开16亿外日票，差不多台票3億7千多萬辦各种，互人无法度接受。部分反对各种的民众就组织伫举办地点东京武道馆附近抗议。公司新闻电视同朋友。也拿咱台湾是派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驻日的代表谢中庭代表咱参加。各国的代表咧献花时阵，大会是用台湾来称呼咱的代表团。苏家全就表示，这显示讲台日的情谊真深。不过用台湾来称呼咱这件代志，敢会引起中国抗议？谢中庭是认为讲中国无理由反对。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告状，各国代表献花时阵，属于以台湾称呼咱国特使团，镜头也翕到谢中庭、苏家全、王金平3个人伫队伍听候。经过安倍召回边的时阵，特使团行礼表达良好。
这届国葬以台湾称呼，毋是使用官方中华民国。苏家全认为，伫这种国际场合称呼台湾，会当感受台日中间的情谊，也是诚深。因为中国代表团原来出席国葬典礼，称呼台湾恐惊引起强烈反应。不过，谢中庭认为中国无理由抗议。代表国家的行列之间来进行整个献花的仪式，这一点让我们也感到安倍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日本各界对台湾的感情依旧是非常深的。比较疏远的人不应该来批评人家比较亲的了。我是查不到这个他们跟安倍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应该不会对我们说三道四，也不应该对我们说三道四。受安倍家属邀请出席的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嘛带来詹文辉慰问会。我觉得这个他用台湾来称呼呢，代表是现在台日之间呢是典型的一个非这个官方的这个实质关系哦。尤其这个讲到台湾呢，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台日的这个友好。陈文甲分析，日本使用台湾显示正重视安倍甲台湾的友情。中国这届派出中国政协副主席万公，政治分量明显降低，显示目前中日关系有较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咱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来台湾参加全球大商经贸论坛，副总统赖清德咧致辞的时阵是感谢蓬佩奥过去推动美国卖武器予台湾，加强美国答应维护咱的安全，即阵佮用行动支持台湾。蓬佩奥咧演讲的时阵嘛讲到台湾、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甚至强调讲台湾根本都毋免宣布独立，因为台湾本地就是独立国家。了少有民众甲无共团体透早来酒店外口迎牌表达欢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受邀请来台湾参加全球大商经贸论坛，这是蓬佩奥今年第2遍来台湾，担任疫情了后经贸局势。副总统赖清德原有到庭致辞，饭店内外拢加强维安严格安检。中国企图改变以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也用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也让民主阵营惊觉，整个全球需要一条新的、安全的、值得信赖的产业链。为新冠疫情到俄乌战争，全球经贸产业链因为安尼受到冲击停阻，各国也因为中国动作真济开始精神。赖清德感谢蓬佩奥一直用行动支持台湾，包括进前推动美国对台军售，强化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The reality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It is that Taiwan does not need to declare its independence because it 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nation. 蓬佩奥表示，有人无乐见伊来台湾，佮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过，伊的观点甲台湾的领袖态度同款，台湾无需要故意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佮批评拜登政府因为政治的因素，甲台湾排除伫印太经济架构外。When I look at the framework, I frankly don't see a lot of economic potential. I se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olishly sidelining its 8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aiwan, and they're doing so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is was mad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aiwan made perfectly clear that it wants to be involved. 论坛最后的焦点对谈，蓬佩奥也互人问到，若做当选美国总统要安怎协助台湾？蓬佩奥表示，美国需要协助台湾有自我防卫、确保主权独立的能力。除了台湾，嘛爱甲亚洲友邦，甚至各民主国家共同合作，互中国了解因袂使乌白来。记者综合报道。好，我们接下来。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国葬，有民众排队献花，不过反对的集会游行有缘无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甲美国联合军演施工，打入共一个时间，中国嘛伫咧韩国的西海操演，甲美韩小比拼的气味是真重。英国 Times 报道，英镑换美金的汇率跌到有史以来上界低，所以英格兰银行宣布讲，当咧监测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可能会阁升息。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提出的减免学生贷款的计划，预估爱开4000亿个美金，因为金额真大，朝野两大党定着会阁为了经费完袂煞。上尾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风雨测试飞行器成功改变小行星的速度降落伞，未来会当用来阻挡彗星落地球。罗西亚占乌克兰的领土，即阵罗西亚阁变一出讲，要办公投，互百姓会当家己决定，敢要成做罗西亚的一部分。对北边到南边分别是有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4个城市当咧办公投，今日就是上尾工。罗西亚是声句句讲会尊重人民的决定，不过即阵相片却是翕到讲有投票所有野青的兵仔咧固守。罗西亚是讲是咧维持秩序，不过嘛有人解释讲，这根本就是咧吓百姓。这届公投案的范围是占规个乌克兰15%的土地。公投的结果恐惊是会互罗西亚讲这是因食人土地是正当的。这些大国出声讲绝对袂承认公投的结果。美国讲这根本就是一场互人配贪配烂的投票，违反国际法。英国嘛提出新的制裁。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的梅利托波尔就无公投特别结束，当地居民无奈表示，亚线战乱带来不安，那应平安过日子，因都支持。Достаток в жизн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это все, я думаю, это все у нас настанет и все будет. 这摆入乌公投包含已经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甲东南部扎波罗热，也有赫尔松举行。总投票人口400万，包含乌克兰15%领土面积。投票人员查票箱，加加好好爱民众投票。莫斯科表示，这摆公投完全尊重民众意愿。Смотрите, вопрос, вы за вхождение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состав? Все, вот вам ручка, я отворачиваюсь, а вы голосуете, ваша воля и заявление. 顿涅茨克前2天的投票率超过55%，卢甘斯克超过83%，赫尔松也超过63%。不过有报道指出，未少地区的民众是互武装俄军压去投票所投票。2014年，莫斯科也是透过公投并吞克里米亚半岛，所以这摆公投也看作是俄国想要吞乌克兰领土，违反国际法。英国已经针对俄国做出新的制裁。美国白宫亦搁一摆强调，这是一场可耻的公投。When it comes to the sham referendum, the sham votes that we're seeing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and support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两国战争紧张，总统普廷进前下令动员30万欧美军人投入战场。开战了后，莫斯科就找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投入战争。瓦格纳集团这几年在国际之间名声真歹，不少行动拢甲侵犯人权有关系。俄国也一直无承认甲这组织有关系。不过有普廷孤独名声的胜利人普里戈金，一人总算承认，在2014年创立瓦格纳集团，也表示在非洲甲拉丁美洲拢用兵。公司新闻竟然罗西亚调兵引发英国内示威抗议，甚至有人是放火烧家己，就为着抗议讲伊无爱去乌克兰小战。西伯利亚地区的征兵办公室，各有民众野枪撞入去，有一个官员受重伤。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即阵是承认动员的过程当中有失角差，不过当时伊嘛讲，明仔开始要禁止做兵年纪的男性出境，这件代志是无影的。在公正官员的见证之下，安德瑞甲尤利亚正式结婚。不过仪式结束了后，尤利亚目屎是流鼻涕，因为刷落去，先生就要去战场。可因为伊的先生真大心，为伊切目屎。普廷进前下动员令，爱为乌克兰战争增加30万兵力。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安德瑞接到征调，就决定先结婚，不过就要因为战争离别，尤利亚忍袂住哭出来。虽然不少俄罗斯人选择服从命令去战场，不过反对动员的示威依然在各地滚价。在北高加索的吉达斯坦地区，拜日就伫警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为咗人对立，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把使用催泪瓦斯驱离群众。伫这时阵，西伯利亚东南部城镇有一个查甫人提枪闯入政兵办公室，发动攻击，一名官员受重伤。Подозреваемы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задержан. Сейчас его допрашивают 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лед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原伫5个中部都市里省有10部人伫巴士站花外围去乌克兰作战了后，想要自焚，互救护车送走。有批评指出，当局为避免引起都会区民众反弹，将这摆动员焦点放伫偏远的北高加索甲西伯利亚。毋过，北高加索已经为乌克兰战争导致无成比例兵员至少数百人伫战场死亡。所以，各一摆征兵引起强烈不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2300多人被抓，超过26万名550多人逃离边境。克里姆林宫反映承认动员过程可能问题，无法定教令予学生、医会较大人或者是病人。进前反对派媒体报道，会为这边开始封关禁止符合作战资格10人离开。克里姆林宫是无承认有这决定。公司新闻站回面评论。北韩建国74周年晚会表演当中，镜头是一直翕到一个低头装、穿插甲别人无相共的查某囡仔。金正恩翁仔某伫台骹阁看甲笑眯眯。南韩同媒体又讲，这个囡仔真有可能是金正恩的细汉查某囝。这个穿水红色洋装、甲红色的领巾，身着真古锥，当地唱歌跳舞、低头毛的查某囡仔。有风声讲，就是头一届公开出现的金正恩因查某囝金珠爱，伊甲一群囡仔伫北韩庆祝建国74周年暗会做伙表演。金正恩甲夫人李雪主伫台骹看落是个红红，满面拢是关心的眼神甲笑容。坐伫后壁的金武正，同款是一直拍婆仔甲伊学乐。因为北韩官方媒体的镜头一直翕到这个查某囡仔，嘛互发现讲伊的穿插甲别人无啥共款。迄天参加表演的囡仔内底，敢若有伊穿真显白的白色袜仔，而且无甲头毛长起来。暗会表演结束了后，李雪主那像是对这个查某囡仔特别关心，轻轻搭伊的脚趾片，而且甲伊讲话。南韩的媒体拢伫又讲，伊的身份摆面真特殊，可能是金正恩教会第2查某囝。不过南韩统一部认为讲，这个可能性并无悬。 네, 통일부도 그 관련 보도를 보았습니다. 현재 여러 정황들을 분석 중에 있다는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事实上，北韩第一家庭对囝儿逝世一直是真保密，从到大拢无公开过李雪主有新生囡仔的消息。因为金珠爱这个名是伫2013年，从 NBA 球星罗德曼拜访北韩的时阵，无意中公开的。 外界普遍拢认为讲，金正恩甲李雪主有2个查某囝，一个后生，拢总有3个囡仔。专家分析，金正恩可能照顾例，互后一代家庭成员经过几届挑剔互看到，而且评估了后，才会对外来证实因的身份。公司新闻詹慧丽编译。 古巴将针对同性婚姻代理孕母等等的议题举办公投，赞成票有6-7，公投案通过。 古巴选委会表示，全国有超过7成选民去投票，其中6-7赞成新家庭法，代表同性婚姻、同性伴侣收养囡仔，阁有非商业性的代理孕母合法。这个公投结果，让古巴将做全世界头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共产国家。电影当中，常常拢会翕到火星拢地球人类面临世界 毁灭的剧情，而且一定会有一群人表示阻挡悲剧发生。其实这不只是电影而已，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就当地做测验，阻挡小行星，而且是已经有成效啊。NASA 用动球的概念，用飞行器启动小行星，希望会当改变小行星方向甲速度。 这回研究团队是经一粒较细粒的小行星，飞行器弄起来了后，小行星蛇形的路线确实是有改变，证明讲这个方式是成功的。未来若是有小行星可能对地球造成伤害，就会当用这款方式试咧解杀互离开。飞行器弄小行星的画面，即阵嘛已经传登来到地球，这是科学家头一届会当这么近观察小行星。3, 2, 1. Oh my gosh! Oh wow! 现场充满欢喜的炮声，参加任务的科学家庆祝小行星解导测试任务执行成功。画面看到是飞行器弄小行星迪莫福斯进前所翕到的最后影像。这粒小行星表面笼罩大细粒喙石啊，这是科学家头一届这么近会当观察小行星。 Seeing images like that just don't disappoint, where you really can see this asteroid that humanity has never seen before.
行星浪地球的末日场景，敢若出现伫故事内底。暗国科学家相信60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原因，甲小行星浪地球有关系。这项简称 DART 向小行星解导测试任务的目的，就是为着预防未来若是出现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就会当用飞行器甲浪，通互伊改变行的方向，互地球免受灾难。These threats are real, and I think what makes this time special is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大特团队所建是向小行星系统较细条的迪莫福斯，重量51公斤，去年11月发射升空的飞行器，重量570公斤。模拟动画显示，飞行器敢若会当杀走迪莫福斯伊行的轨道，未造成喙齿。Our models suggest that it's going to change the orbit by a little bit. But even a little bit is enough to matter. So even just a small change in the orbit could mean that the asteroid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what it's orbiting in just a few weeks. 飞行器要浪的前2礼拜，就发射一粒小型的卫星，通全程翕浪潮的过程。这2天会传送更较侪迪莫福斯的影像转来地球。大特团队表示，未来2个月会根据影像加数据进行分析，确认浪潮了后缩效应。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